Hello，大家好，今次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呢一類懶人係點樣穿着傳統綁鞋帶滑雪 boot，一個30秒快速綁鞋帶嘅方法。記住呢一個未必係最好、最穩、最實嘅方法，不過應該都會係其中一個最懶、最方便嘅方法。無論初學嘅男仔或者女仔，都會應該比較容易處理到嘅綁鞋帶方法。因為你只需要第一日綁好一個靚嘅鞋帶蝴蝶結之後，無論你嘅滑雪假期係7日定係14日，我哋都可以重複使用呢個蝴蝶結。呢一個懶人小竅門係我自己試過最方便、最快捷嘅綁鞋帶方法，所以就分享一下俾大家。好啦，以下落嚟就分享一下第一日我哋點樣可以打好一個又穩又實嘅蝴蝶結。當然第一日穿着嘅時候，同樣地我哋都要拉緊我哋嘅鞋帶，去到我哋貼腳嘅效果。先我哋會打一個左邊壓右邊嘅單結，之後重複地穿對下，拉到去貼腳緊嘅效果。之後我哋先做一個單邊耳仔，之後我哋做翻平時綁鞋帶嘅方法，左邊壓去右邊一次，然之後再一次，之後我哋拉緊。呢個綁蝴蝶結嘅方法非常穩實，我自己實測可以用到2-3個禮拜都冇問題。當我哋已經有一個穩實嘅蝴蝶結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借用呢個拉扯抽繩嘅效果嚟控制我哋鞋嘅鬆緊。而之後每日着 boot 嘅時候，你只係需要將你嘅鞋帶往兩邊卡扣上，咁就會比起你以前每日都要重新綁鞋帶快捷方便好多。另外佢嘅優點就係，當你第一日已經適應咗呢一個鞋帶鬆緊嘅效果，而你第二日甚至乎去到第10日，佢都會係同一個鬆緊度，唔會有任何變化，會比較容易適應。另外缺點當然就係，當你第一日綁得唔夠緊、唔夠貼腳嘅時候，之後落嚟嘅日子佢會繼續係好鬆，所以第一日非常重要，一定要綁得夠緊夠實。大家不妨都可以試下呢一個懶人綁鞋帶方法，睇下解唔解決到你綁鞋帶嘅煩惱。